大家好，我係 Eunice， 以下是對第5場主席錦標2025年3月30日沙田1600米二級賽的分析。根據系統計算，前5名馬匹如下：2號美麗同享3號，標之銀河4號，禪聖輝煌5號，安請1號，永遠美麗。結論：以上排名基於同程最佳係數、近績表現及騎師影響綜合計算。美麗同享2號憑藉最高同程係數領先，標之銀河3號則因潘頓加持及近期連勝緊隨其後。禪聖輝煌4號和安請5號表現穩定。永遠美麗1號雖評分高，但受負磅影響稍退。敬請訂閱分享按讚謝謝。